真是无声，花尽起落是无常，道绝言是无双，什么恋人光日月无光，往事杀人如剑草，冰白如山道，剑道勇士放横烧，风势起潮，苍龙断脚。往生中千载兴亡转头空，家天舟诸事如酒论英雄，万古愁不见落山锁神功，百般筹谋分酒比河水向东，古今是否笑谈中入我梦，人生几何悲壮，万事匆匆。演个追番包好看，不好看就去拿下我大哥的人头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吕布为一女子弑父，天地不容，必将遗仇万年。呸！李儒牛府一党夺权不成，却反咬吕将军一口，人神共愤。吕将军在难得有个适合睡觉的好天连王气。允大人也……呸！哪个拥戴他了？牛府将军才是众望所归。去你的！李儒夺权，甚至将主公的儿子和老主母也……混账！别含血喷人！李儒可是太师的爱婿啊！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人欲眠而事不绝呀。你胡说！两位自长安兴业兼程远道而来，何不先歇息一日再做计较？哦，这里的羊汤可是一绝，请务必品尝。大人，吕将军常称赞大人的忠义，望大人即刻发兵，助朝廷剿灭反贼。大人，刘将军平素对大人更是赞不绝口，望大人发兵为董太师报仇雪恨呐！你们二人争执不下，我又可信谁呢？大人，信我，信我！大人，大人英明。以主公和李儒的关系，李儒急于在此时谋反，道理何在？吕布屡立奇功，更在洛阳救主，和主公情同父子，岂有不和之理？现在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，只要谁可交出真凭实据，我15万凉州军必要真凶血债血偿。吕布的动作真快呀，竟也连夜派人去了凉州。董越这人是个老狐狸，现在就看老狐狸觉得哪边的鸡更肥了。也许老狐狸是想先坐山观虎斗，等我们和牛府斗得两败俱伤，
再打着为主公报仇的旗号兵发长安，来个渔翁得利。武威营被灭之后，人心不稳。今日灞桥和渭南又各有一个营归顺了牛府。老规矩，把反叛将官的名字都记下来。咱们又多了2营人马，吕布的头一定很痛吧？首战大捷，主公的旧部也已明白该站在哪一边了吧？经此一役，牛府的威望倒是增加了不少啊。最近已有人开始拿牛府和我相提并论了。哼，张辽，主子，那件事准备的如何？只欠您一道命令。动手。得令。另外，我还想稍微提升一下士气。明白。吕布军，张辽出阵。奇怪，哪里奇怪？这小子一听到张辽的名字，马上就不哭了。现在不是讨论孩子的时候吧？张辽连胜数阵，我方士气受挫呀。对了，孩子今年多大了？啊？你也真是的，孩子都快2岁了。是吗？日子过得真快呀。夫人，你也劝劝他吧。像这样按兵不动，全军士气渐失啊。贾诩说5天，现在还有1天的时间，你们不相信军师吗？上次出奇制胜，只因对手是李肃啊。如今吕布的主力坚守不出，眼看只剩下1天了，怎么可能击败吕布？贾诩已经在南边和高顺对峙了3日，却始终按兵不动。说什么不败吕布不留人头，军中无戏言。我看这位水镜弟子的人头是留不住喽。乖，安静一点！你们又要弄哭我儿子吗？儿子。那好，牛将军，请好自为之。傅哥，你怎么怪怪的？答应我一件事，无论发生什么，请务必信任贾诩。今夜增派人手巡营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大帐。牛少爷，来，又长大了不少啊。他呀，见你比见他爹还多呀。将军军务繁忙，实属无奈。在咱们为太师报仇之后，他便有时间好好陪少爷了。夫人，我昨晚梦见了父亲，总觉得他还在。他想借着牛府的手来完成遗愿。对，在咱们心中，牛府大人正是一位可媲美董太师的明主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任吕布再强，也休想碰他分毫。多谢。主子，你有妻如此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所以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忘记岳正大人的恩情啊。军师那边情形如何？军师以疑兵之计牵制高顺，主军实则西进渡过灞水，截其粮道。好。粮道若失，吕布必亲自出阵夺回，咱们就在半途截他。李傕他们仍蒙在鼓里，整日喋喋不休，动摇军心。兵不厌诈，只怪营中有吕布安插的奸者。放心，我已安排人彻查了。你办事，我放心。对了，我儿子很喜欢你啊，对我他倒有些陌生了。少主喜欢我，将来甜头不少吧？那么灭吕布之后，你想要什么官职？中郎将吧。中郎将，太快了吧？当然是玩笑话。说真的，
选择在此刻加入我军之人，恐怕……你是说其中有不少投机之人吗？是啊，因为主子是董太师的女婿，必定有人想借此上位，将来大富大贵。哼，这个身份也可以说是我的魅力之一吧。投机也好，魅力也罢，只要您这精神支柱稍有闪失，我军想必会树倒猢狲散吧。你是说？我是说，主子的命非常重要啊。当然，吕布一定早就想干掉我。他拖到现在，只为利用我引出全部有反叛之心的人吧。我想，他现在大概有名单了。吕布说，只要你一死，他便会封你为中郎将吧？没错。现在，请叫一声中郎将胡赤儿大人吧。娘的，你这个！牛府军已大乱，贾诩已退兵，现在正是最佳时机。全军进出！吕布来了！中郎将胡赤，部将在，去和老熟人打个招呼。多谢文侯关照。士气完全崩溃，不是人呐！哈哈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太公望蜀。李傕和郭汜大战皆已告破，吕布直至主寨而来。这个骗子，八旗中的大骗子，真不明白主子怎么会信这种人。夫人，你们都是蠢材，蠢得要命的混蛋！还我夫君！你听到了吗，混蛋！牛夫，他从来没忘记要为你父亲报仇。目之所至，物我两忘，为胸怀浩然之气。牛夫他并不是蠢材啊！答应我一件事，无论发生什么，请务必信任贾诩。且放了。是你回来了吗？多谢。之后，这样的地形，只是几个斥候，何惧之有？闭嘴！伍子曰：“1千7万，莫善于阻。”这地形正是阻地。全军听令，后队变前队，退兵3里。快，上！有令，后队变前队，退兵3里。您这是？
牛府的死，并没有那么简单呢。距离50，上45，跟火把，准备！50，上45，跟火！是剑阵。距离45，上35，跟火把，准备！55，左45，跟火！剑是从4个不同方向来的。到处都是剑，没法挡啊！敌军剑阵在西北，全军速转东南。转东南！45，上35，跟火！东南也有啊！攻守就在这些山丘之后，任他们剑阵之间互为掩护，交叉射击，根本无法靠近。是别突来！下动！无论我军移动到哪个位置，箭矢均能从4个方向一起射。左25，跟火！攻守布阵和地形完美结合，再有轻骑一阵的只有关系。布阵的是人还是鬼神？妈的，这莫非就是失传已久的暗行阵法？见阵必亡。要胜过吕布，只有用天下最黑暗的兵法。果然，我的反间之计还欠最后一道要义。虎赤儿就是吕布安插在军中的剑者。傻瓜，为什么要告诉我？你不怕我？我本不打算告诉你，实不相瞒，只要能为主公报仇，哪怕……我宁愿你没有告诉我。是英雄的，说什么也不怕。是英雄，还是傻瓜？哼，怕什么？我牛府从来没有忘记岳丈大人的知遇之恩呐！罪人，恭请公子献头。二公子，这暗行阵可有破解之法？当然没有，只是此阵需要极其玄妙精准的布阵计算，且必须布在条件刚好吻合的地形之中。因此怎么样？因此以后你们都离那个叫贾诩的人远一点，就无需担心了。
罪人，恭请公子献头。歌。